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人類觀察課嘅奇案迷蹤。今日想請大家合埋眼，試下想像一個情景。1990年11月13號下晝4點幾，新潟縣三條市，一個啱啱讀緊小學4年級叫做野房子嘅小妹妹，睇完棒球比賽之後，孭住佢個紅色書包，行緊已經行咗1000次嗰條路返屋企。嗰日好凍，太陽落得好快。小妹妹心入邊可能諗緊今晚阿媽煮乜嘢食，或者聽日學校有乜嘢玩。但係當佢行到一個轉角位，一部白色私家車停咗喺佢面前，一個28歲嘅無業男人佐藤宣行冇講任何廢話，直接攞出一把刀頂住呢個9歲細路女條頸，仲恐嚇話唔准嗌，嗌就殺咗你。就係呢一句說話，將小妹妹帶入咗一個長達9年2個月，即係3364日嘅無底深淵。大家諗唔諗到嗰段時間係乜嘢概念？係足足8萬幾個鐘頭。日本都換咗幾個首相，經歷咗泡沫經濟爆破、神戶大地震發生咗，互聯網已經開始普及。佐藤宣行將小妹妹帶返去佢同73歲阿媽一齊住嘅2層高民居。呢間屋離綁架嘅地點其實得55公里，離最近嘅警察派出所竟然得嗰200米。呢度就係最諷刺、最令人想爆粗嘅地方。正義同邪惡之間原來只係隔住一條街。佐藤將小妹妹鎖喺2樓一間唔夠幾平大嘅閣樓，為咗唔俾人發現，佢用木板同埋膠布將所有窗門封死，連陽光都射唔入嚟。房入邊冇廁所、冇浴室、冇床，小妹妹就係咁樣喺嗰張發毛嘅榻榻米上邊過咗10年畜生不如嘅生活。佢冇得沖涼，頭髮長到落腰，打晒結，冇得換衫。嗰套小學4年級着嘅校服，隨住佢身體發育，慢慢變得緊到勒住佢嘅肉，最後變成碎片。佢大小便都要喺房入邊一個膠桶度搞掂，成間房充斥住排泄物嘅臭味。而佐藤宣行係點樣對佢？佢唔係每日都打佢，而係實施一種叫精神閹割嘅虐待。佢會講出面啲人已經唔要你啦，警察係我朋友，你走唔甩㗎。佐藤每日只會俾1-2餐極之簡單嘅飯菜，佢有時甚至唔俾。小妹妹喺極度飢餓同恐懼之下，慢慢產生咗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嘅變異版。佢唔係愛上加害者，而係將加害者睇成佢唯一嘅造物主。只要佐藤今日唔打佢，肯俾碗飯佢，佢竟然會覺得感激。呢一種人性嘅扭曲，先至係呢一單案最令人心碎嘅地方。講到呢度，大家一定會問個媽媽呢，73歲嘅媽媽佐藤久子，佢每日喺1樓煮飯、睇電視、瞓覺，唔通佢真係唔知2樓多咗個人？真相係佢知，但佢唔敢知。佐藤宣行本身係一個極度暴力嘅加害天子，佢對媽媽長期實施肢體暴力，甚至試過將佢打到入醫院。喺呢個屋檐下，媽媽都係一個受害者，但佢同時變成咗一個冷血嘅共犯。佢每日將飯菜放喺樓梯口，聽見2樓有女仔喊聲，聽見地板響，但係佢選擇合埋眼，驚一旦問咗個仔就會殺咗佢。呢一種日本特有嘅家醜不外揚，同埋對暴力嘅恐懼，形成咗一個密不透風嘅保護傘。最離譜嘅係1996年，即係監禁小妹妹第6年。保健所嘅人員曾經因為佐藤宣行嘅暴力問題上過門，當時只要佢哋強行行上1層樓，佐野房子就可以早4年獲救。但係因為日本法律對私有產權同家庭隱私嘅過度保護，加上個媽媽喺門口百般阻攔，呢一班公務員竟然就咁轉身走咗。呢一轉身一走，就係小妹妹另外4年嘅地獄人生。如果話佐藤家係地獄，咁當時嘅新衙縣警察就係地獄嘅看守。2000年1月28日，小妹妹終於因為佐藤媽媽頂唔順個仔，叫咗精神科醫生上門先意外獲救。當呢個消息傳遍全日本，所有人喺電視機前面喊嘅時候，你知唔知新吉警察高層喺度做緊乜嘢？
當時嘅警察本部長小林幸義正同緊關東管區警察局長喺溫泉旅館打麻雀飲清酒，當下屬急急腳跑入嚟匯報，話揾翻個失蹤10年嘅女仔涉及嚴重監禁罪嘅時候，呢一位本部長竟然話打埋呢圈先，唔好掃興。呢一件事爆出嚟之後，全日本嘅憤怒火燒連環船。原來當一個少女喺黑房入邊數住日子過嘅時候，佢哋交稅供養嘅警察高層竟然喺度研究緊點樣食糊。事後調查發現，警察早喺1990年小妹妹失蹤初期就已經收到過舉報，話佐藤宣行有綁架前科，而且行為古怪。但係當時嘅辦案人員竟然因為佐藤家望落去好普通呢一種低級直覺，將呢一條線索掉入垃圾桶。呢一種官僚體系嘅集體失明唔係意外，而係一種必然。佢哋追求嘅唔係救人，而係唔好出事，準時放工。講到判刑，呢一單案更加係日本法律界嘅奇恥大辱。佐藤宣行最後被判咗幾多年？答案係14年。大家試諗下，小妹妹被剝奪咗10年青春、健康、受教育權、社交權，成個人生被徹底摧毀，換嚟嘅竟然只係加害者監禁14年。點解會咁輕？因為當時日本法律對監禁罪嘅定義非常落後，辯方律師甚至喺庭上面提出一個極之無恥嘅觀點。佢話佐野小妹妹雖然被困10年，但係佢後期房門無鎖都唔走，證明佢係自願留低。呢一種講法簡直係喺受害者傷口上面撒鹽。佢哋完全唔明咩叫長期監禁下嘅心理崩潰。檢方原本爭取用監禁致傷罪判佢15年，當時已經係上限，但係因為法醫無法證明小妹妹有永久性身體殘疾。最後法官考慮到佐藤有精神病史，扣扣減減，最終判咗14年。佐藤宣行喺2015年已經刑滿出獄，而家可能喺日本某個角落繼續生活。但佐野房子呢？佢嘅9歲到19歲，邊個賠翻俾佢？獲救之後嘅佐野房子要面對嘅係另一個戰場。佢出翻嚟嗰陣，體重得翻38公斤。長期唔見光，搞到對眼極度畏光，肌肉萎縮到連路都行唔穩，要重新學點樣用筷子，點樣同人講嘢，點樣面對太陽。而最令佢痛苦嘅係媒體嘅人肉搜查。當時日本啲八卦雜誌竟然去查佢喺房入邊食啲乜、着啲乜，甚至有冇被性侵。呢一種好奇心係對受害者嘅2次傷害。佢曾經因為頂唔順呢一種社會壓力，一度匿埋喺屋企，唔敢出門。佢由一個小黑房入咗另一個叫社會輿論嘅大黑房。好彩喺家人同心理醫生嘅幫助下，佢慢慢走出嚟。佢曾經喺訪談中講過，最中意嘅嘢係攝影，因為攝影可以捕捉光，而佢人生入邊最缺乏嘅就係光。新潟監禁案雖然已經過咗20幾年，但係佢留低嘅問題今日解決咗未？我哋今日生活喺一個資訊爆炸嘅時代，但係我哋對隔離屋發生緊咩事係咪依然一無所知？係咪依然選擇沉默？我哋嘅法律係咪依然保護加害者多過受害者？人類觀察課為你帶嚟唔同嘅人類故事，分析人類種種嘅不同心理面貌，觀察人類不為人知嘅陰暗面。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嘅頻道，記得俾 like、分享、留言，當然仲要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下期節目再見，拜拜。